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无冤无仇，这车竟然是去互枪来扫射。台中市的5车伫半暝4点外传出着枪声有高声，民众困到半暝啊，惊精神，阁有人掠准是咧放炮啊。 尾仔才发现讲，停伫路边的轿车去互枪扫射，这个车身有大细孔的枪孔，是互附近的乡亲看到心惊胆吓。这个警方调查讲，车主并无甲人结冤仇，啊，交往嘛真单纯，怀疑真有可能是对方要报冤仇，找唔到人咯。 落雨天，一台白色轿车驶到人家门口口，行为看起来鬼鬼祟祟。白色的，哎呀，在下雨啊，根本也不太清楚啊，模糊一点。因为我们知道是有一台白色轿车啊。过不偌久，听到高声枪声，甲民众吵甲精神，叫是有人伫咧放炮啊。尾仔才发现是有人的车去互开枪，车主落去楼骹看，惊一条。啉着车啦，该放只狗到啉着车啦，啊，本条件嘛，这几个嘛无去得失人啊。 无甲人结冤仇，毋过规台车红断到变安尼，真正看清断过所在。警察研判，嫌犯是摕线机啊扫射。 该有超7、8声一声，很大声，叫砰砰砰砰砰。没有给他看是以为人要挂香的啦。早上起来吓一跳啊，有点担心啊，他们赶快破案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警察调查，车主归口走，住伫咧5车一栋透天厝，交的朋友嘛真单纯，伫咧想讲，歹人应该是认唔到人。根据报案人的供述有锁定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正在追击，因为没有悬挂车牌，目前还在扩大调阅监视器当中。 警察看敢是去画面锁定这台白色轿车，卖继续调查嫌犯是安怎要甲人的车开枪。